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今日2026年3月1號，正係啟德體育園成立1週年嘅大日子。呢一年入邊，好多人入過呢個香港最大型體育基建，睇過賽事，聽過演唱會，見證過全運會高光時刻。但大家知唔知腳下呢片土地100年間經歷過幾多轉變？今日發仔同大家一齊回顧啟德完整發展史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等更多人知道呢段集體回憶。第一篇章啟德起源，從住宅夢想到航空搖籃。好多人以為啟德係因為機場得名，其實唔係。呢個名要追溯到8年前，1914年呢，香港房屋短缺，華商何啟推得聯合商界成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，填海興建高級住宅區啟德濱。啟德二字就嚟自兩位創辦人。1916年工程動工，1920年建成200座洋房，成為當時九龍最時髦住宅區。可惜後來工潮同省港大罷工打擊經濟，公司財困，工程爛尾。1924年美國機師哈里亞菲在此試飛。1925年開辦飛行學校，開啟呢片地嘅航空命運。1927年港府收購土地，完成填海興建機場，啟德機場正式誕生。第二篇章啟德機場73年，香港集體回憶。1925年投入使用至1998年謝幕，啟德機場見證香港戰後復甦到經濟騰飛。1936年迎來首班民航客機。二戰期間日軍擴建跑道同機庫。1958年31分之13跑道啟用，定名香港國際機場。啟德最獨特之處在於位處鬧市中心，被民居包圍，僅一條跑道，飛機降落要飛過獅子山，對準格仔山，低空急轉，翼尖幾乎貼過屋頂，被譽為世界10大危險機場，亦係飛行員試金石。對九龍城街坊而言，飛機低飛震動電視吹走晾衫，係獨一無二嘅生活記憶。1996年啟德客運量全球第3貨運量全球第1係全球最繁忙機場之一，但因空域狹小無法擴建。1989年政府宣布興建赤鱲角新機場。1998年7月5日，無數市民送別啟德，凌晨最後一班機離開。運作73年嘅啟德機場光榮落幕。第3篇章機場落幕後，啟德轉型新社區，328公頃舊機場用地如何發展，備受全城關注。1991年政府推出東南九龍發展計劃，原本計劃大規模填海，打造30萬人口嘅城中城。2004年保護海港條例生效，確立零填海原則。經過公眾諮詢，2007年敲定規劃，將啟德打造成維港畔共享社區。此後啟德逐步蛻變，2013年啟德郵輪碼頭啟用，2020年屯馬線啟德站、宋皇臺站通車，公共屋邨、私宅、商廈、醫院、學校相繼落成，都會公園同海濱長廊開放，舊跑道變成市民休閒好去處。短短10幾年，荒廢機場變成維港新興社區，而核心靈魂就係今日1週年嘅啟德體育園。第4篇章啟德體育園香港新主場。2006年政府提出興建綜合體育園，2019年正式動工，歷經近6年建設，克服疫情等挑戰。2025年3月1日盛大開幕。體育園佔地28公頃，背靠獅子山，面向維港，設3大場館、5萬座主場館，東方之珠設計，配備開合天幕同可移動草皮，賽事演唱會兩相宜，1萬座室內體藝館，適合各類室內運動同活動，5000座青年運動場，專注本地賽事，以青少年培訓。開幕1年以嚟，體育園舉辦超過90場盛事，接待超700萬人次。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、全運會香港賽區賽事喺此舉行，亦都迎來 Coldplay、周杰倫、五月天等巨星演唱會，成為香港盛事之都新地標，帶動旅遊、零售、餐飲發展。昔日啟德帶香港飛向世界，今日啟德讓世界睇見香港。結語：由1916年啟德濱填海，到1925年機場起飛；由1998年舊機場謝幕，到2025年體育園開幕。100年啟德，見證香港由小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，由航空門戶變成體育文化地標。呢段歷史係香港城市發展嘅縮影，亦係每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今日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段故事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話俾更多人知。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同啟德嘅回憶，無論係舊機場點滴，定係體育園嘅快樂時光，我都會一一回覆。我係發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